当初妈妈你的爸爸妈妈敢有法度接受？一天去要找妈妈，要买物件妈妈食，嘿，啊，向着妈妈开车门，看到我车去车安尼夭寿哦，规身躯。啊，结果嘞，妈妈安怎反应？伊就随敲电话给我，嘿啊，甲我问讲，啊，这是安怎啦？我就甲讲吼，伊以前是咧做车里的啊，啊，妈妈妈妈敢有知影？伊到即摆还未相信唔，知，还未看到真面目，系啊，更唔知。到即摆拢唔知，啊，拢唔知，安尼节目报纸是要安怎？不要紧，我给你死搞死当中。哎呦，这种叫笑的啊！汤匙斗拍脸，请开始。爸爸加油哦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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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嘛惊到咧，哎，你家己是不是拢唔敢相信？我真正唔相信马上咧，就要喷叫要喷出来咧，哦，哇，一届就成功啊呢！我就甲你讲，别这俩鸦片，啥物代志都有可能会发生。我拄则搁扣是讲我看唔到去啊！你看，我去加母配啊！哦，哎，这个游戏哎，一定是遐尼侪届无成功配。头一届就成功啊！恭喜恭喜你！